这个民进党爆发着性骚扰的争议，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泰第一时间发文章批评民进党处理了太慢。不过有一个曾经伫民众党内防性骚扰的前党工，伫面册发文章痛骂这个民众党无资格批评其他的党。伊讲其他的党出代志，民众党马上甲被害者相挺，但是当时伊防性骚扰的时阵是无人甲声援。民众党的立委张基乐针对这款的指控，是出面来驳回，讲代志发生的当下，党内就处理，而且两个当事人拢已经离开着民众党，并不是拢无作为。这件事情在党内并没有启动任何的申诉调查程序。民进党包括着前党工去互性骚扰的争议，这个政坛引起着热烈的讨论。这件争议的大火嘛烧向民众党。民众党的主席郭文泰伫咧昨暝针对性骚扰的事件批评民进党无处理问题，阁互被害人怀疑家己是毋是做毋到啥物。虽然马上来回撤咧，严格拖9个月也是有问题。说互前党工也出伫咧民众党的时阵捌防性骚扰，批评民众党无资格美白的政党，自己讲敢有考虑到我的感受，相怎其他党的事件出来给党工，就马上站出来相挺咧。受害者愿意自己站出来这件事情呢，我还是对于他的勇气给予非常大的一个鼓励。性骚扰的部分，我想党部这边就第一时间就做处理了。来看当初时受害前党工的文章，讲着时任民众党的副秘书长放风声，讲是党工主动来借话，佮威胁党工，若是无调到伊的部门，就爱离职。他们当然2位都已经离开民众党，2造也已经有做他们的一些后续司法的程序嘛，也和解等等。政坛性骚扰的争议一件接一件，民众党去互扫掉红台尾，嘛搁再一遍强调零容忍的态度。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